生命嘅本身係冇意義同埋價值嘅。好多時候啲人話生命又咁樣，生命咧又咁樣。其實生命本身從一出世嘅時候係從來冇價值同埋意義嘅。價值同埋意義係你自己喺生命上面自己寫上去，自己用努力咁樣去活出來，自己用關係嘅播種咁樣去令到喺自己整個生命有人重視你，有人尊敬你。又或者喺你自己嘅智慧裏面去提升，令到每一件事情我遇到嘅、我發生嘅，都點樣令到我成為智慧。可能你自己喺成功嘅道路上面，你係經歷過好多事情，越經歷事情多，你就會越有智慧。但係你自己係咪一定係有機會遇晒呢個世界所有嘅事情呢？唔一定。但係我哋點樣喺別人嘅事情裏面去悟到一啲屬於自己會錯少啲嘅智慧呢？所以如果你自己話你生命冇價值嘅話，其實生命唔係冇價值，而係你自己從來仲未寫上去。好片記得俾朋友